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北韩对假状况愈来愈严重，唔但放本色加规，佮广播放送批评对方的领导人。时阵竟然佮有差不多20个北韩的兵仔撞过分界线，南韩迄边是开枪甲因打倒转去。咱看这南北韩之间的分界，其实就是安尼简单隔开尔。南韩这边目前是认为讲，可能是草啊发甲伤暗，北韩的兵仔无细字才会走过界。南韩联合参谋本部10日证实讲，查到迄天中昼12点半左右，差不多有20个北韩的军人是抵占超过两韩的军事分界线 DNL 的50公尺以内。南韩军方随实施公布，而且执行警告射击，对方嘛随转去。 비무장지대 내에서 작업을 하던 북한군 일부가 군사 분계선을 단순 침범하여 우리 군의 경고 방송 및 경고 사격 이후 북상하였습니다. 南韩的军方10日补充讲，因为目前两韩的军事分界线草啊树啊拢真济，造成相关标示是歹看好清。伊当阵北韩的军队手提铁条这工具，当在进行相关作业，推测有可能是找无路才会撞入来，应该是无故意来侵犯军事分界线的意图。 朝鲜半岛最近局势是清起来，北韩伫5月底到6月初是4摆向南韩空投上千粒装大3米的鸡龟仔，南韩后壁嘛空投大量反北韩宣传品的鸡龟仔送转去互因。伫北韩军队下过两韩军事分界线迄天，南韩一顶起已经长6档对北韩的边境行政化为公布，时间有2点钟加长。分析认为，南韩军方晚2天才对外发布北韩军队越界的消息，是要互两韩关系恶化。公司新闻警员强编译。 联合国安理会将针对以下冲突投票，通过美国推动的马上停战、释放人质的草案。美国是表示，若哈马斯同意，就随停火。不过哈马斯是要求讲爱永远停火，以色列就讲做袂到。Follows 14 votes in favor, 0 votes against, 1 abstention. The draft resolution has been adopted. 在美国呼吁支持以下随停火而且放人质的计划草案之下，表决通过。 Israel has already agreed to this deal, and the fighting could stop today if Hamas would do the same. 哈马斯对安理会表决结果是表示欢迎，但是要求停火协议拢必须保证是永久来终结战争，和以色列退出加沙。根据美国和以色列官员的消息，哈马斯在卡达杜哈的政治领导阶段，还未对这个协议做出正式回应。在以色列这边在表决了后，重申讲。 这个草案对相关计划提出的嘛，仅是部分的内容，其实在摧毁哈马斯军事和管理能力进程，任何讲是永久停火的言论，拢是有讲和无讲同款。 Israel will not let Hamas rearm or regroup. Time has come for this council to finally hold Hamas accountable. To this day, Hamas continues firing rockets at Israeli towns and cities. 这项美国发起总统拜登在5月30日宣布的提议，是分作3个阶段来停火。哈马斯放人质，把已经死亡的人质的遗体送回来，各和巴勒斯坦的换犯人，主要是力促各方随无条件全面来贯彻相关条款。公司新闻黄文良编译。 美国总统拜登今年已经81岁，伊的健康状况上受到关注。除了常常讲唔到话，行路跋倒，昨个去互翕到讲雄硬气强要1分钟，而且演讲讲话时阵佫含糊大字。咱先来看这段画面。咱看这画面当中，毕竟是当咧举办庆祝活动，众人拢欢喜咧跳舞。这其中看起来上界奇怪，那亲像是假人的，就是美国总统拜登。 规人是喙开开，细身躯，徛咧遐强要1分钟，这目睭是连念都无念，敢若根本就唔知影家己伫咧对，伫咧创啥。边仔人注意到，甲伊互动，这拜登才反应过来。华尔街日报顶礼拜就指出，这拜登的认知能力下降，有内阁官员认为讲，伊对重要政策已经无法度掌握，拢爱靠笔记，也佫有助手甲提醒。 民调网站538显示，拜登的支持率已经跌到37.4%，是伊任内上界低。欧洲议会选举过后，右派势力崛起，而且有3位女性的领袖，可能是会牵动欧洲的局势发展。头先，咱先来看到欧盟执委会现任的主席冯德莱恩，伊是中间偏右的路线，主张欧洲统合。 而且嘛是目前欧洲议会上届大党的，所以讲要连任应该是无啥问题。
也若是上届倒手边的这位是法国极右派国民联盟的领袖马林勒庞，伊的立场甲冯德莱恩是完全颠倒边，伊是反欧盟亲罗西亚。也若是中这位为怎又是放伫咧上尾仔讲，因为我伫咧对这边对欧洲的局势是真关键。今年47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是3个人当中上介少年的。若是对路线来看，极右派，伊若是甲马林勒庞合作，右派势力带头，安尼欧洲可能就会向保守反移民的方向发展，欧洲的分裂恐惊就会更加严重。不过，若是照这一年多以来，伊挺乌克兰的行为，伊就有可能会较我冯德莱恩鼓吹欧洲合作。是讲这3位女性的领导人未来要安怎合作，对欧洲的发展会有真大影响。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2当前是带领极右派意大利兄弟党在国会大选赢，即摆搁伫欧洲议会选举摕到全国上侪票数，变做欧洲少数势力扩大的国家领导人，对政党一个毋是啥物卡，变做后面主流政治人物。Ci hanno visto arrivare, ma non sono stati in grado di fermarci. 梅洛尼本底是极欧派，但是上任了后态度放软，在疫情期间得到欧盟2000亿的复苏资金，立场嘛改转作合作。伊嘛坚定支持北约和乌克兰，得到美国的认可。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伫5月底就讲过啊，伊讲伫移民等等真侪政策，和梅洛尼是合作了真欢喜，来巴结这个一直长期的影响力。冯德莱恩是主张欧洲统合的主流派，伊带领中右派欧洲人民党，伫即摆欧洲议会选举甲第一大党的地位守护掉，所以伫中左联盟和自由派联盟的支持之下，甲执委会主席保护掉无啥物问题。但极右派的席次大大增加，未来推动预算和法案可能都爱和伊合作。合作首选就是较温和的梅洛尼。Diesen Weg weiterzugehen mit denjenigen, die proeuropäisch sind, die pro-Ukraine sind und die pro-Rechtsstaat sind. Wir werden und können gemeinsam eine Bastion gegen die Extremen von links und rechts bilden. 法国极右派国民联盟伫即摆欧洲议会选举是摕到法国上侪席次。总统马克宏等出解散国会改选，国民联盟的领袖勒庞有信心会当趁这个机会赢。那国民联盟赢国会多数，人气正悬的党主席巴德拉就会出任总理，也继续挑战总统大位。Une grande espérance en été ce qui s'est déroulé dimanche soir. C'est un vent d'espérance qui a soufflé sur le pays. Il ne faut pas qu'il retombe. 欧洲议会选后，勒庞是希望和同款是极右派的梅洛尼联手组成欧洲议会第2大联盟，但是勒庞是坚决反欧盟，亲俄西亚的立场，尤其是激进，两个人竞争关系和理念的争差，未来无一定会当有更较大的合作空间。梅洛尼未来选择和冯德莱恩还是勒庞来合作，三个关系是看重欧盟未来是统合还是破碎，嘛影响到移民和能源转型这重大议题。我是新闻社会长编译。乌克兰甲做兵的年岁对27岁降到25岁，不过也是真歹调兵。有这定调官伫咧路林巡逻查证件，佫会去互民众骂，去互民众口洗。招募中心的员工就认为讲，这战争已经拖伤久啊，民众去争选为国家付出的意愿已经愈来愈低。对前线战区摕落来，乌克兰士兵尤里和帕夫洛，即马是点兵官，负责伫咧基辅的街仔路巡逻，要来调查民众做兵的状况。Все одно треба, ми випишемо повістку, щоб ви пройшли ВЛК, тому що не стоїть. 应该做兵、煞无做兵的人，点兵官就会发出传票，互因去军事办公室来报道。这个工作并无复杂，但是做起来是真困难。因为即摆民众拄到点兵官，大多数的人是拢袂互因好面色。Я сприймаю мовчання як за відмову, буде складений акт відмови відповісті. Зрозуміло? 拢外讲话的反应已经无算介歹啊，因为搁较侪人会甲因口洗，甚至是甲因骂。От нас там ображають, о, повиходили, а чого ви не на фронті, а чого ви тут, хоча... Ну, напевно, нерозуміння людей, що йде війна, скільки вже років. Що люди не хочуть йти служити, не хочуть захищати свою батьківщину, не хочуть захищати свою батьківщину і, ну, по принципу, низька дуже мобілізаційна така ситуація у нас. 战争拖伤久，民众做兵的意愿是愈来愈低。乌克兰军方就承认讲，几乎当咧拍拼应对社会对军队大规模不满的情绪，降低做兵年岁含标准的行动员法上路了后，征兵无搁较顺利。但是罗西亚的攻势嘛无停，最近搁加强攻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希望讲，以一礼拜的和平峰会来争取全球的支持，特别是有可能影响到西亚的中国。不过北京已经表明讲，若到西亚无来，中国来参加是真困难。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非洲马拉维的副总统奇里马昨坐军机去北部参加丧礼，这半中路是因为天气歹，降落失败了后就失去联络。军方就证实，这飞机是已经载落，包含副总统在内10个人拢送罹难。甲支持者热情握手，伊就是非洲国家马拉维副总统奇里马。51岁奇里马早早起9点外为马拉维首都里兰威坐军机起飞，有计45分钟了后降落马拉维北部的穆祖祖国际机场，然后去参加前司法部长的葬礼，想要到途中意外失联。Upon arrival in Mzuzu, the pilot was unable to land the plane due to poor visibility occasioned by bad weather. And aviation authorities advised the aircraft to return to Lilongwe. But the authorities soon lost contact with the aircraft. 马拉维总统查奎拉是下令展开搜救行动，佮临时取消出国访问的行程。几点钟了后，马拉维军方伫10年来发现坠落的军机，正是副总统奇里马在内顶机顶10人全数罹难。We don't want election tourism or election tourists. We want observers. And I said very clearly yesterday, if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with elections tourists, thank you very much. We don't need their presence. 要参选总统的奇里马2022年改以副手的身份，陪同查圭拉竞选总统，赢伫胜选2022年底，因为涉嫌收乌钱，无法贪腐建设台，互逮捕。也毋过顶个月，法院突然撤销所有指控。奇里马原本要参加明年举行的总统大选，也毋过对其失望了后，已经为马拉维政坛投下变数。公司新闻在回面编译。马来西亚政府6月初10开始取消柴油的补贴，这小麦计数随起56%。英国的能源计数新闻网就认为讲，这可能会引起基层选民的反弹，去影响到现任总理的支持度。不过马来西亚若是要经济改革，这是一定要经过过程。工作人员互出门的车辆加满油，然后依照标准动作，看到油量甲计数数字一直跳。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市区，这间加油站甲平常的日子完全同款。也毋过，找早这一天，新的一个礼拜开始，柴油计数比前一天起56%。Okey, so bagi saya diesel ni benda yang penting lah untuk pengangkutan. Dia melibatkan harga. Harga barang apa-apa barang pun melibatkan lori. So bila kita hantar tu, kalau ada kenaikan memang akan ada peningkatan harga lah. So harga dia meningkat ni terlampau mendadak sangat lah. Sampai RM1 berapa? RM1.20 naik 1 liter. 比联社报道指出，这系中产阶级劳工，算是现任总理安华重要的基层支持者，得是这选民，和安华面临真大的政治风险。也毋过，英国的能源计数新闻网 OUplus.com 的看法都无同。OUplus 引用专家的讲法指出，多年以来，马来西亚政府得以大量的补贴和油价甲米价，比市场的计数低真济，因为这是咧照顾民众。也毋过，政府超过50%预算用嚟补贴，除了扭曲市场机制，也影响其他重要的支出。同时，大马政府补贴了后，俗嘅油品和部分不少的渔民转卖到泰国甲印尼，这无补贴的国家趁茶叶，造成国家的财政空旷，所以改革一定要做。安华进前的历任总理也知影一寡问题，也毋过无人敢行出这一步。即马柴油的补贴已经取消，未来汽油甲米酿的补贴也会消失。未来这加出的预算，马来西亚会用伫照顾弱势族群身上。公司新闻齐家进编译。巴黎奥运7月2日起稿，法国的特种部队是已经完成上尾场抢救人质的演习。另外，奥运的主办单位是甲日本的厂商合作，提供16000张碰床，要让这运动员困到上届舒适有上好的表现。甲天安门讲破，政府补充的特勤队员入去大楼内面进行救援行动。2024巴黎奥运就要到啊！法国正伫咧进行筹备的工作，维安是正重要部分。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 GIGN 伫这栋废弃的大楼进行演练，一站一站搜查，甲人质救出来。voir deux terroristes qui sont importants. Donc nous
Le point très important de la mission, c'est de donner un assaut qui soit fulgurant, en force, pour neutraliser les terroristes au plus vite et surtout préserver un maximum de vie. Donc c'est un rouleau compresseur qui ne s'arrêtera jamais. 自直升机顶头降落，部署到大楼的厝顶进行攻击行动。这是 GIGN 伫巴黎奥运进前进行最后一遍救援日的训练。GIGN 是属于法国国家宪兵的一支特种部队，专门负责反恐甲救援这款危险性正悬的突击任务。是伫50年前成立，迄当阵成立的原因是因为1972年的慕尼黑惨案。 C'est un clin d'œil à l'histoire, moi je dis, parce qu'on va fêter nos 50 ans cette année. Donc on fête nos 50 ans, l'année des Jeux Olympiques en France, alors que le GIGN a été créé suite aux Jeux Olympiques de Munich. Donc je trouve que la boucle est bouclée. 1972年慕尼黑奥运期间，巴勒斯坦的武装组织乌什高家总入去选手村绑架并且杀害以色列人质。因为德国警方救人失败，造成伊国代表团11个人全部拢死亡。至今嘛，以下冲突抑阁继续，和法国当局高度警戒。奥运的安全正重要，也毋过和所有的选手拢会当有充分的休困，也是大代志。今年主办单位甲日本厂商合作，特别订做16000个床珠，对日本送来选手村和各种身材运动员拢会当有好的困眠。そうすると、その時考えたのがマットレスを3つに分割して。 腰、肩、足のパートをひっくり返すことによっていわゆる40キロの選手から120キロの選手までカスタマイズできるようなタイプを思いついた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ね。这种床珠内面是装无毒的聚乙烯，所以袂生虫，而且锁叮当正方便，还可能重复再使用。运动员也让用 App 传家己的相片，和厂商提前分析，找出较适合的床珠。 这呢高工就是希望所有选手拢会当困了舒适，伫咧运动场有好的表现。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中国的北平称高温，山东到新疆普遍拢有35度，甚至有的所在是已经冲到40度。原来是中南美洲是较热加上较干燥，这巴西连世界上界大地南亚地都着火。原来是墨西哥的南部是热甲鸟仔都着沙，袂甲摄氏。 这大热天，中国北平的省份已经是热到冻未条，为山东甲新疆，高温普遍负35度，部分地区甚至冲破40度。北京街路有人搬出冰架甲大电风，山东德州市是一直出动压水车来降温。高温天气下，我们以机械代替人工，增加了雾炮车、洒水车的作业频次，确保起到降尘降温的目的。 伫巴西中西部是世界上大热南地，极端高温加速可汗，已经让今年以来发生的火灾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将近10倍。大片的草埔和野火烧干那虎，连谷群也被烧死。农民赶紧骑马将谷群赶到安全的所在，希望将损失降到上低。Tentando jogar as palavras cá pro lado da Bahia para eles ter mais recursos de sobreviver, né? Porque do jeito que tá vindo aí, ó. Se imprensar ele em algum lugar e não conseguir romper, eles morrem queimados. 当地农民怨恨，这片原本应该水分真长少南地，会正做野火烧袂了地界，拢是气候变迁惹的祸。另外，伫墨西哥，原本可汗继续发挥，除了进前传出100多只河狗因为热甲脱水落对涂骹死亡，东部团体发现未少鸟仔掉山，为空中落来死亡。 Y la humedad tan baja hizo que las aves empezaran a tener problemas y empezaran literalmente algunas de ellas a morir en el vuelo. 动物团体展开连续抢救野生动物的行动，互用要死的鸟仔带入冷气房当中，地球的动物也有失去生态地的大理。墨西哥为3月中以来经过3波热浪，反映当地高温升到50度。专家评估，若高温继续落去，墨西哥的生态系统会遭受严重的打击。公司新闻站回面评价。 第二顶礼拜有野狗撞入动物园，20多只鹿仔甲孔雀去互野狗活加死。不过明明这寡受害动物拢有违则甲保护，这狗仔是安怎走入去的咧？当地政府认为讲，这野狗是对违则下骹挖空，趁暗时无人的时阵走入去的。 鹿仔倒伫胃内底袂顶袂动，规定下当讲拢已经死亡。第二中部的吉尔普埃动物园顶礼拜六发生动物和野狗攻击的事件，动物园初十早起发现
园内20外只鹿仔，甲2只孔雀和野狗活活加死，还有5只动物受伤。用心饲养照顾的动物惨死，动物园工作人员甲当地政府官员是悲伤佮受气。Vamos a tomar todas las medidas judiciales necesarias para poder llegar al fondo de esta situación y vamos a presentar la denuncia pertinente al juzgado de policía local para que se pueda investigar y encontrar las responsabilidades pertinentes. 调查人员指出，有害动物身上的空喙类型无同，凶手应该毋若一只，而是自定野狗。要过防攻击的动物也是鸟类，所在园区拢设有围篱。野狗安怎走入去？初步调查，野狗是伫围篱的面乌坑，趁暗时走入去攻击动物。当地政府强调，会厘清代志发生原因，搁向公众报告，也会继续改善动物的生态地条件。公视新闻新闻连朋友。科学家伫咧非洲肯亚发现，讲枪是会互相号名，佮会叫对方的名。这款沟通方式是真罕见，敢若少数的野生动物会安尼做，做伙来看。听到家己名，非洲枪用线耳来回应。科学家伫7日发表的上新研究指出，非洲枪为彼此之间号名，而且用低深的声音来发，安尼声音传到草埔任何所在，拢能被听到。科学家也讲，野生动物用独特的名来互相称呼的情形是真罕见，只有少数的野生动物做会到。She gives seemingly a very similar call, and nobody will respond. Nobody will react to that call except for a single elephant in the group, and that elephant will respond or come up to her or whatever. And so that indicates that they have a means by which to communicate who they want to talk to. 枪发出音频比人类听觉范围会较低，所以人类是听无。专家讲，这声音是透过特殊的麦克才能收到。枪发出连线声音的时阵，经过精密的数据分析，车谱电脑机器才能知影其中的内容有名字，亲像母枪发细只枪，或者是母枪叫新加入的枪，赶紧归队。Elephants are highly social, highly vocal species. We know there's a lot going on with their communication, but we haven't been able to decipher much. It's quite complicated, the structure of their calls. 专家讲，人甲枪的冲突，毋那是倒拉枪架尔尔。在气候变迁甲全球暖化出现之下，人类的农业发展侵占枪的生态地，互相抢夺的结果之下，致使枪群数量减少，人类也安尼伤亡。所以透过研究增加对枪的了解，对保护枪将有帮助。公视新闻新竹报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